黃金的開採和利用歷史。據考古學家發現，最早使用黃金的人類可能是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保加利亞人。他們在雅爾納陵園中發現了一些黃金製品，這些黃金製品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黃金製品。隨後，埃及、美索不達米亞、印度、中國等古老文明也開始使用黃金，製作出各種精美的飾品、器皿、雕像等。在古代，黃金主要是通過簡單的方法來開採和提煉的。最常見的方法就是淘金，也就是用水流沖洗含有黃金的沙礫，然後用篩子或者碗子等工具將沉重的黃金分離出來。這種方法適用於開採新金，也就是沒有與其他礦物結合的天然黃金。新金通常分布在河流、沙漠或岩石中，純度很高，顏色很深，也是最早被人類利用的黃金形式。除了淘金之外，古代人類還使用了其他一些方法來開採和提煉黃金，比如火法，也就是用火將含有黃金的礦石加熱，使其變軟或者融化，然後用錘子或者鉗子等工具將雜質去除，留下純淨的黃金。這種方法適用於開採屬金，也就是與其他礦物結合或混合而形成的含金礦石。屬金通常分布在地下深處，純度很低，顏色很淺。屬金是最難被人類發現和開採的黃金形式，也是最晚被人類利用的黃金形式。在中世紀時期，歐洲人對於黃金的需求和利用逐漸減少，而亞洲和非洲則成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黃金生產和消費地區。比如，在中國的唐宋時期，黃金被廣泛用於製作各種工藝品和飾物，如金花、金釵、金軸等。這些黃金製品不僅體現了中國人的高超技藝，也反映了中國人的風俗和禮儀。在非洲的加納王國，黃金被視為神聖的物質，只有國王和貴族才能擁有和使用。加納王國因為擁有豐富的黃金資源，而成為了西非最強大的國家之一，並與阿拉伯和歐洲進行了廣泛的貿易。在近代，黃金的開採和利用又出現了新的變化。隨着歐洲人對於新大陸的探索和殖民，他們發現了美洲和澳洲等地區的豐富的黃金資源，並引發了一系列的淘金熱。比如，在1848年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發現了大量的黃金，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以萬計的淘金者。這些淘金者使用了各種各樣的工具和方法來開採黃金，如鐵鍬、礦鎬、水炮、水力分選機等。在現代，黃金的開採和利用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。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工業化的發展，人類使用了更先進和更複雜的技術來開採和提煉黃金，如露天採礦、地下採礦、氰化法、電解法等。這些技術不僅使得人類能夠開採更深層和更低品位的黃金礦床，也使得人類能夠提高黃金的純度和質量。